8月发生伫新北市三峡的车祸，造成15个人死伤。肇事78岁这个阿公，伫弄到学生囡仔进前，伊就因为先弄到分隔岛，目睭的时去弄到后壁车。验过呢，伊无落来看，怎做伊去？事故的原因即马也搁咧调查。三峡高中有2个学生囡仔死亡，学校即马针对学生囡仔有展开心理辅导。一大堆民众到场就发生集结伫路口，小电线献花、放四手啊、手写的卡片，点点啊徛伫边啊，甲过身者致哀，嘛甲伤者接去。对，我昨天看到新闻，就有感而发的哭了。发生伫新北市的三峡北大国小头前这个重大死伤车祸，肇事的78岁姓余的老人，身体状况还未恢复，特别做第2摆手术，甲当还未做笔录。有多处的肠道的破裂，目前来讲相对而言情况比较好，但是还仍然没有脱离险境，意识状况也不清楚。经过警方初步调查，排除食酒食毒塞车，但是驾驶方发现讲，伫案发进前1分钟已经家己弄到安全岛，目睭搁去弄到修理车，但是伊无停，直接离开。敢涉嫌肇事逃逸，专案肇事原因是啥，拢搁爱等调查。但若即摆驾驶过去嘛有红灯违停的记录，甚至把冲起的人形都甲妈妈红个弄掉伤。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非常难过哈。那我们今天早上。利用升旗朝会的时间，集合7、8年级，先做心理辅导。专案造成15个人死伤，9个人是三峡国中的学生，其中阁有2个人过身。就惊有师生看到车祸的经过，产生创伤，学校开始心理辅导，检方嘛到病院完成验尸。案发过1天，警方是加派警力伫个路口执勤，因为新北市警方是启动护理专案，但有人无要听指挥，随风砸落来。在学校周遭的一个路口来加强我们不同专案的一个勤务。案发的这个路口设计了行人专用石像，在特定时段强化行人的通行安全，但如今还是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事故，也让这个路口的道路设计是否有所不足引发讨论。交通局的官员伫21透早登去案发地来会勘，点出涉案的驾驶有超速、弄红灯这的3大违规的事项，佫承诺改善案发路口的交通设置。相关的交通设施、号志、标志、标线都相当完整哦。那不过我们还是觉得，因为在通学向的地方还是要以学童的安全为优先考量，所以我们会引进行人优先区的概念。新北市交通局讲，第期升伫个人行道放实体的护栏，嘛建议设置减速设施，科技执法来强化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